第一集由廣島縣出發，旅程中段嚟到岡山、鳥取同埋島根，繼續深度遊啊！呢個系列介紹嘅隱藏景點，值得你記低。お疲れ様です運転。お疲れ様。ありがとう，因為我好想同呢個地方咧，單單帶我嚟啊，就係吹屋故鄉村啊！吹屋ふるさと村喺呢度可以體驗到一種叫做變病染嘅紅色嘅染料嘅體驗啊！我哋好中意去染嘢，之前成日都去染藍色，但係今次呢個好特別啊，係紅色嘅。お願いし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こちらの染め方はどんな感じ？織染めです。織染め。はい。どんな感じ？絞り染め。絞り。絞り。即係紮埋一齊。嗯。係。變病呢種染料，中文又可以稱為紅殼，係一種以鐵為原料嘅天然顏料喎。相傳最初嚟自印度孟加拉，孟加拉讀法係班加魯，而變病就係班加拉，讀音係咪好似呢？こうやってからの方がいいですか？そうですね。で咁夾住佢咧，好靚啲色。其實我就咁游上去咧，我都覺得已經好靚，因為佢係偏沉色啲嘅。そのまま色も綺麗ですね。落ち着くというか自然の色。そう自然の色。自然の地球の色。地球の色。地球の土からできるんだもん。地球嘅顏色啊！佢講得好好啊，老師。跟住成塊布落去染啦。哇！かけてな。あ、綺麗！びっくりした。びっくりした。我嚇親老何が起き師。たかと思った。我半圓好靚，好似蛋黃啊，半個月餅啊！哇！佢白色同埋黃色、綠色、紅色之間嗰啲咧好分明啊，啲界線。等吹乾嘅時候，梗係要行下街㗎啦。其實吹屋故鄉村喺2020年嘅時候被認定為日本遺產啊。但係この村綺麗ですね。綺麗だね。啲顏色真係好靚，好治癒啊！今日我実は口紅も同じ色そうのはずです。服もね、ベンガラ色み我覺得成隻顏色真係好貼地氣啦，啲瓦片啊，無論啲瓦片定還是建築物啲顏色都好一致，都係啡啡地、紅紅地、棗紅色咁嘅樣。こういう色ね、癒されるよ。咁我哋不如去食嘢先。呢一間咖啡燈咧係有好特別嘅之處嘅，就係佢所選用嘅菜式咧，係蔬菜咧都係地產地銷嘅，係當地生產嘅。南瓜、青椒、無花果啦、飯啦，都係高粱市產嘅。冬瓜、無花果係最紅色嘅喎，我就問佢點樣可以整成紅色啦？我以為浸咗嗰啲咁嘅紅酒，原來唔係喎。佢話煮嘅時候咧，竟然加咗一樣嘢，就令到佢變咗紅色，而嗰樣嘢係唔係紅色㗎？係咩嚟嘅咧？こちらにどうやって赤に染めましたか？レモン汁。そうですよ，係檸檬汁啊！竟然係原來有個化學作用係令佢變成紅色嘅喎。いただきます。有好多嘅顏色，一睇就知道佢健康。好有媽咪味嘅感覺。因為頭先我同啲 auntie 傾偈咧，佢哋話佢哋煮嘅時候咧，係懷住一個心情，就係製作呢啲料理俾佢哋自己嘅仔女啊、孫啊去食嘅時候嗰個心態，所以希望係健康啦、有益嘅。原來咧聽翻村長講咧，係喺5、6年前開始咧，就越嚟越多 cafe 喺度開設啊，所以係近年咧真係改變咗好多，亦都方便咗好多。大家真係好歡迎嚟行下。呢一架叫做 The Japan Red GSM Green Slow Mobility， 咁所以行嘅時候比較慢啲，但係咧係非常之環保，係利用電開嘅。咁你行過嘅時候咧，啲發出啲聲好似牛牛經過嘅聲音。咁佢就有個觀光周遊 course 已經指定咗個路線㗎啦，但係唔使錢嘅，大概每30分鐘一班車，咁係逢星期6日同公眾假期唔使嘅。你見乜衫？食完飯之後就可以攞翻啦，咁已經係乾咗大半㗎啦。すごい綺麗だな。我都好靚喎，你嗰個花が咲いてるみたいな。萬華鏡みたいな。大家嚟試下，好玩㗎。玩完岡山之後，就係時候進入鳥取縣啦。話說風信寺最近改名叫做雨信寺，因為去到邊都落雨，上到嚟展望台嘅時候，亦都唔例外。哇、綺麗だね。冇大霧啊而家啊，でも聞いて。虫の鳴き声もするし、鳥の声もするよ。
我哋身處呢個位置係見掛卡展望台。如果天氣好咧，前面就會見到大山噶啦。咁我哋等一等睇下，等唔等到霧雲散去啊？就算睇唔到風景都好，呢個展望台仲有廁所位，前往鳥取縣嘅時候可以經一經啊。從呢度去到鳥取縣出名嘅城市米子市，都只係35分鐘車程左右。去酒店 check in 完之後，係時候食晚飯啦。食飯啦！いただきます。我哋今次係嚟到鳥取縣嘅第一餐啊，好期待！而且今次可以試到好特別嘅名物啊，就係呢個豆腐ちくわ。豆腐豆腐ちくわ。ちくわ，豆腐嘅獅子狗啊！ちくわだよ。雖然佢係豆腐做嘅獅子口，但佢味道係同獅子口一模一樣嘅。我哋呢一碟咧係好特別嘅，叫山陰之真味。山陰好特色嘅菜式啦，同埋喺其他地方係好難食到嘅。仲有呢個咧叫做阿卡聽，赤天呢佢就係加入咗唐辛子，加咗少少辣椒，令到佢變成咗紅色嘅一個魚糕天婦羅，好味個刺身真係。白魷魚都係鳥取縣名物啊！呢一款咧係石見豬肉啊，係島根縣名物嚟嘅，亦都可以喺呢一度食到。我真係第一次試啫。哇！佢好似燒肉咁樣㗎，大山嘅香草雞腿，佢哋用咗鬱金香去形容佢啊！識食真係要去當地居酒屋食，因為又平又抵食又好食，同埋係好多你從來未試過嘅款式嘅菜式都可以喺呢度試到。それではここでの旅を始まります。始まります。各位記唔記得我哋琴日上嚟見掛卡展望台嘅時候咧係有霧嘅，但係今日嘅情況就係咁噶啦，真真大山嘅輪廓已經出現咗啦！揸車有呢個好處就係可以再翻嚟啊，千祈唔好放棄啊！今日天氣咁好，真係天公造美啦！咁我哋嘅鳥取縣嘅行程係鳥取花街道から。鳥取花回廊嘅面積達50公頃啊，係日本最大規模嘅花卉主題公園之一，亦都有好多好靚嘅打卡位啊！大家入場之後，沿住直路一直行呢，就會先去到半球體型嘅玻璃溫室，呢度種咗好多熱帶同埋亞熱帶嘅花卉植物啊！好大回音啊！すごい音が響いてる。呀吼！やっほ原來企喺正中間呢個位咧係更加大回音㗎。哦，我見到半個大山啊！哇，呢個位好靚，絕景位啊！睇下，開得好靚啊！サルビア。サルビア。韓國語だと串紅串紅。おお。串紅。嚟到呢度梗係要食埋呢個名物，就係鳥取縣最出名嘅20世紀梨，加入咗入邊嘅梨軟雪糕啊！好清爽啊！個味又好酸酸地咁樣咧，好開胃啦，好啱夏天啊，或者熱熱地嘅時候食啊！鳥取縣咧，我係會走去咧嗰啲鋪頭啊、超市啊，或者係便利店咧，去揾20世紀梨嘅一啲甜品啊，或者飲品啊，因為喺其他地方真係好難買到嘅，所以嚟到一定要試試。然後我哋再揸車嚟到呢一座小圓神社啊！大家估下佢似乜嘢？何に似てると思います？俺の髪型。哦，似てますね！爆炸頭都似嘅，佢哋係西蘭花 broccoli。だからブロッコリー神社も言えますよ。啊，似てるわ。又叫小圓神社啦，又叫做黑神社啦，又可以叫做西蘭花神社嘅，可以去參拜一下嘅喎。喺度行嘅時候咧，你會聽到啲牛嘅叫聲啊！行到嚟西蘭花嘅內部咧，你會見到係有一座神社可以參拜一下嘅喎。跟住捐過去。行嘅時候要小心啲喎，因為咧有啲係唔平均嘅樓梯嚟嘅。
咁同埋呢座神社咧，真係都幾耐歷史㗎啦，係有超過270年以上嘅歷史嚟㗎啦。咁同埋咧，呢座神社好特別嘅喎，個故事咧就係佢起完之後咧，係令到成個村都變得繁榮安定嘅，一定要參拜一下。連接住鳥取縣下個縣就係島根縣啦，先帶大家去一個島根縣最出名嘅名城。日本咧真係有好多日本城嘅，咁但係我最建議大家點都一定要去晒12座嘅日本現存天守喎，包括咧我哋身後邊喺島根縣呢一座嘅松岡城啊，係屬於國寶級㗎。国宝。我就かっこいいかなって国宝兩の方が。個字。国寶って言った方が。唉，老公你真係靠唔住㗎啦，等我嚟。除咗喺12座現存天守之一之外，松岡城仲喺2015年嘅時候被指定為日本國寶。就喺呢個位置咧，就可以作為一個士兵咧，即刻向住前嚟嘅敵軍咧，去向佢射箭攻擊啦。入到嚟之後咧，就發現咗個井啊！咁點解有井嘅咧？係因為如果打仗嘅時候就唔可以隨時出去啊嘛，所以要喺度打水啊。其實係非常之深㗎，大家睇下。松岡城喺1611年完工，係由豐臣秀吉嘅部下忽美吉晴所建，特徵為黑色嘅外牆同埋飛揚嘅檐角，別名千鳥城啊。哇，都幾多樓梯嘅喎，仲有4樓、5樓㗎。我發現呢一座咧天守原來係12座現存天守入邊咧係第3高嘅喎，所以係都居高臨下嘅 feel 㗎。島根縣咧，因為係面向住日本海啊嘛，咁所以係面向西邊嘅喎。咁而呢邊真係好多地方都可以睇到好靚嘅夕陽嘅。咁我哋而家嚟到咧呢個位置咧就係嗰個啊，宍道湖夕陽スポット。玉道湖嘅夕陽 spot 啊。咁我哋一坐喺度等等先。咁前面咧見到座島咧，就係我之前都可能有介紹過啦，就叫做架島喎。咁呢個就係玉道湖啦。咁啊對面咧就係日落啦。其實我身處呢個位置咧有好多人咧喺度等緊，坐喺度等緊咧呢個日落嘅時分嘅，亦都可以坐船咧喺個湖中心咧享受呢個日落嘅美景。由於春夏秋冬唔同季節嘅太陽咧有唔同嘅位置喎，咁所以嗰個風景都有唔同㗎。個夕陽同單單件衫嘅色係一樣色嘅，係粉紅色、橙色咁，好靚啊！今晚終於可以嚟浸溫泉啦！被列入日本3大美人湯之一嘅湯之川溫泉啊，聽講浸完之後皮膚會變得更加滋潤同埋光滑啊！今次單單仲唔變靚仔？好靚喎，成個森林咁嘅。未入門口就已經感受到嗰種古典氛圍啊！哇，呢個係 lobby 嚟嘅，咁靚嘅。呢個就係我哋今晚間房啊，左邊咧就係洗手間同埋有洗手盆嘅位置。洗手間同埋洗手盆咧係非常之時尚嘅喎。房間入邊有2張梳化，就有啲可以喺館內穿着嘅衫啦，同埋有個可以拎去浴場嘅時候用嘅籃啦。下邊仲有個雪櫃嘅，而入邊咧仲係嘢飲添嘅，係免費嘅，有啤酒啦，有茶，有蘇打水同埋有水嘅。咁我哋而家就去浸溫泉啦，準備去變美人啦。佢會有5塊牌喺度嘅喎，咁如果俾人掹走咗塊牌，就代表有人用緊啦。咁如果呢3塊牌就代表咧係可以去用佢嘅包廂風呂啦。咁佢有5款嘅喎，全部都好靚嘅。咁我哋而家就先去呢個葫蘆嘅風呂，係咪好有大正風情咧？哇！西式嘅彩繪玻璃咁，上面咧就有啲日本嘅風格嘅屋頂。等等話閂埋之後更靚。哇，係喎，真係好靚喎個門，犀利啊！呢間就係來代石風呂啦。之後左邊咧就係浸浴嘅地方，
因為有啲屬於露天風呂，所以聽日朝頭早再嚟一次，風景應該好唔同啦。いただきます。いただきます。同英文咁樣，佢咁詳細介紹每一樣嘅餸菜，真係好用心啊！佢係特別和食膳料理解說讀本。どういうところに栄養があるとか書いてあるんだよ。こっちはお品書きもすごいびっしり。雖然本書就係日文嘅，咁但係咧而家咁科技發達，可以用翻 AI 去 translate 翻咧，翻譯翻所有嘅文字，可以喺度睇又食。イカの良さを書いてたりとかさ、そういうイカ食べた方がいいなって思ったりする。だからこれ残さず食べましょう。然後我就嗌咗咧一個可以試到5款嚟自杜根縣嘅地酒嘅一個 set 啦套餐啦，其中一杯咧係好似紅紅地色嘅，但其實佢係咧用咗黑米去發酵嘅酒喎，加入咗花酵母去釀製嘅李白酒造，個名好型啊！哦，因為佢咧係同日本酒一般清酒差唔多味嘅。會唔會太大嚿啊？超勁大嚿，應該可以做 main course。今晚其中一道好重點嘅菜式咧，就係杜根和牛啦。原來杜根和牛好犀利嘅喎，佢係攞咗咧全國嘅和牛大賽入邊嘅肉質上面咧係攞咗全國 No.1，係連續2年咧，而且係全日本嚟講咧係首次咧係有一種和牛係可以攞2連霸，就係佢哋啦。你見佢就啲紅色嘅位置咧，尺身都算多嘅喎。好腍啊！你食得出佢係尺身偏多啲嘅。但係依然個赤身都係咁腍嘅喎，估唔到赤身都完全係唔乾唔硬。琴晚浸咗一次溫泉啦，但係點夠喉啊？朝頭早再去浸，而且我就要浸晒5款啊！咦，咁就要早啲起身啦。呢個係人體風扇啊，係吹個人嘅，好得意啊！企上去就得㗎啦。呢邊仲有個 lounge 嘅，仲有另一棟宿泊棟叫做紫雲閣，地下嗰層有個好靚嘅西式嘅休息室，有免費咖啡供應，仲有個小架仔擺放咗 postcard 可以俾大家寫。首先飲咗個湯先，明蜜喎，梗係飲一飲先啦。同埋咧，蜆其實真係好健康嘅，喺日本人嚟講咧，經常都會推崇嘅。佢係味噌湯嘅 base 啦，但係咧上邊又加咗好多嘅蜆肉。朝早飲個暖湯好暖胃啊！即刻再試試佢呢個咧猴黑一夜乾先，你會食到佢有少少魚油嘅香味。臨 check out 之前，仲有一間 Soul and Style 草庵 shop 嘅選物店鋪可以買到手信。好開心啊！呢個溫泉真係浸完之後係滑溜㗎。我琴晚同今朝都各自浸咗幾次，好正，推薦大家嚟。浸完之後真係會變靚啲㗎皮膚。今集先去到呢度，下一集我哋繼續旅程啦。